英国的钢琴家卡瓦纳进前伫咧伦敦火车头直播演奏钢琴，说服几多名中国人要求讲袂当继续翕影片，要甲这位钢琴家阻止。卡瓦纳昨搁伫咧面册顶头抛出伊手提中华民国国旗的相片，引起国际讨论。外交部表示，讲这中华民国国旗代表自由法治的普世价值。外交部长高桥也伫咧社群平台发文，欢迎卡瓦纳来到台湾庆祝言论自由。伫风潮嘅声中，英国钢琴家卡瓦纳握着手中的中华民国国旗，随后将国旗放伫钢琴顶，开始音乐表演。卡瓦纳也伫面册顶平台抛出摕中华民国国旗的相片，和万人分享传达。台湾包括南非洪明凯、立委王定宇、国有情等人拢留言讲赞。卡瓦纳以为伫伦敦火车站的公共钢琴直播演奏时，予几啊名中国人士以保护肖像权为由，要求停止翕，也爆发言语冲突。 The Chinese flag. Why you're touching her?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please. Do not touch her, please. 这事件的影片伫网络流传引起讨论。卡瓦纳随后也去出击，摕维尼肖像的相片，中方的英国旗印有八九六四，指向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but when somebody tries to shut down the boogie woogie, then I take it seriously. So the CCP tried to shut down the boogie woogie, and they failed. Z, you failed, baby. We've got Winnie the Pooh, we've got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ve got the Tiananmen Square number. I know what. 有台湾女学生替卡瓦纳赞声，介意以台语讲台湾加油。民众立委林俊宪证实，都是伊的建造力。中华民国国旗就代表了我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 外交部欢迎全世界支持民主自由的国际人士，也支持我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国际人士挺台。外交部长高桥实更加伫外交部的 X 平台发文，向卡瓦纳发声，欢迎来台庆祝言论自由，也强调中国伫遮无管辖权。记者综合报道。